喺杜拜買樓咧，通常都有幾種模式㗎喎。咁呢種模式咧，都會影響你嘅回報啦，同埋風險嘅。第一係等收樓，適合一啲願意等待同埋睇好長線資產增值嘅投資者嚟㗎。咁等收樓有咩好處呢？咁就係買得平啲啦，因為樓花一定會比現成嘅樓平啦。隨住時間嘅推移啦，物業嘅增值潛力咧就會大大咁樣提升啦。交樓嘅過程咧可能會有啲延誤㗎喎，要有相應嘅準備啦，去面對呢一個情況嘅發生啦。如果你嘅現金流係唔急嘅話咧，呢一個係非常好嘅選擇嚟㗎。轉售模式即係層樓未收樓，跟住就將佢轉售獲利。轉售模式有咩好處呢？一個字就係快，好快得到你嘅回報。尤其係咧臨近交樓嘅時候咧，通常咧個樓價咧都會升得好緊要㗎。咁當你收咗樓之後咧，佢就變咗二手市場啦，可能咧就會迎嚟第二個加幅㗎啦。呢一種模式咧就適合一啲投資者想將啲資金快速咁樣回收，並且有啲較高嘅風險承擔能力嘅。